粵語文化咧真係好勁噶，佢連鬧人嘅詞咧都好有歷史底蘊噶。例如捽字，我知啦，蔡楓華嗰個啊嘛，話張國榮，我一隻手指就可以捽死你啊！其實我係喺《金瓶梅》裏邊讀懂呢個字嘅。佢嘅本意咧就係揸握水平摩擦。我唔要聽呢啲，我要聽《金瓶梅》。講到武松殺嫂呢個情節咧，就講到潘金蓮咧俾阿武松掹住啲頭髮扯到靈堂前，一嘢捽住胸膛。捽住胸膛，捽係揸嘅意思，即係揸住。聯繫翻上下文咧，其實咧係指武松揸住佢條頸，並且用力咁樣握住、捏住咁樣表達武松嘅憤怒。咁佢寫頸啦，佢點解要寫胸膛？呢個情節咧，成篇寫落嚟咧，就好似啲2R 級港產片咁噶，擦邊加血腥暴力，非常精彩，比《水滸傳》裏邊同樣嘅武松殺嫂情節寫得更加深刻噶。而且咧，書裏邊對於西門慶嘅嗰種嘅描寫咧，都會用到呢個字係非常傳神噶。你舉例俾我聽下。《金瓶梅》咧有好多版本嘅，嗱有崇禎本啦，有文歷本啦。廣東人就建議睇崇禎本係開心啲嘅，因為呢一版咧就俾好多江南嘅文人改寫過，會有好多同現代粵語嘅非常接近嘅白話用字，即係例如呢個捽字啊。萬歷本係講揪住頭髮咁㗎，就冇嗰種力度嘅感覺。仲有一啲咧係啲器官方面嘅粗口，都係啲粵語。例如咧，你講俾我聽。